且曰：襄阳张生计划，以今则是修之地，自己于朝日若因相继临殿，呜呼若因且是咱们在军普及百年，隔离相依，皇日眼前，身前宿命，死别千载，耿耿之心与往前，芳龄不灭。今夜从人问梦，眼带一字啊，来生再见心愿。夜雨穷而心不可终，呜呼哀哉，我为上香。小弟我杀把带小将你的呀，我只派佛场无人今生啊，恰不了若云相消长黄江，你那里在草谷中无门草，方闻一缕随风飘，我这里面对另外长通团我手捧起一句河泪一定总相信
心，你哪里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一个人在想念着你？小姐，我听窗外一声
是。张先生，你还认得我吗？世人见过也是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真是鬼神所忘事。你还记得官杯叮当，这连遭水滴？你到底是谁呀？我是邵小姐身边的丫鬟香君呀。果真是赵小姐的丫鬟香君。哎呀呀，小娘子，你何苦来许下小生哦？哎呀，张先生，你真糊涂！哼，我清楚的很啊！我清楚嘞。好，你既是小姐的丫鬟，那我来问你，这支梅花是从哪里来的？是梅花？哎呀，这是梅花吗？啊，是你拿着这园子里吃的呀？啊，这你就不对了。哎呀，终于不得了。哎，要是真是赵小姐的丫鬟，她是知道了。红梅错淡，熬成开，此时女人请上来，桃断花分，名正果真是小姐的访问来了，果真是小姐的访问来了横雕人未能及时千枚听，海小弟记恨中听我后悔堂。当年到亡羊补牢为孙子，在人为张玉王。小弟呀，天也无情插鸳鸯，小生很早
回头上，眼前的金丝姻缘一起忙啊！我与你只为来生同去乱龙在城光做西江水宽，这真是真心周边求人我第一女你听话。月老切红事，牛女早已度恰脚，老夫早知此事嘛，何必再把下药招哦？曹老先生，请啊！张先生，请，请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曹老先生，请坐。坐。老先生，咱们歇息。老夫有事要与先生商议呀。曹老先生有事请讲。为此先生可曾婚配呀？尚未婚配。那老夫替你做个媒子哦。蒙老先生好意，这是万圣必有天下，姿态释放，这婚姻之事嘛，请分操心。哎呀，这也怪他不得，他正知我弟弟就是方才的那个，陪我慢慢点名于他。哈哈，张先生啊，这门亲事不错啊，你万事答应了吧？曹老先生，万圣另有心事，这婚姻之事嘛，请不加勉强啊。先生的心事嘛，老夫已略有所备的。先生，老夫30年老，并不胜举。这人情世态嘛，也越来的多了。对于这些事情，不大理会，不大理会。请坐，请坐。曹老先生宽容大度，不加自责，万圣实在皇贵，这是怎么样啊？说来话长。小生如今不说，那人每顾正缘，都与你家小姐怎样？与你家小姐，她将是梅花相成云母我料想也不是今夜之事，他
他们彼此往来已有8年之久了啊！张先生啊，你是我弟弟，是哪家的小弟啊？自己不晓问你。先生不用客气，老夫弟弟就是方才的那个啊！哪个啊？那就是方才走出去的那个啊！就是方才走出去的那个啊！哎呀，曹老先生，这方才走出去的那个，你可看得清楚？看得清楚，认得明白，他是神，他不是人，难道他是鬼呀？他是鬼呀！他是鬼呀！张先生啊，你不要故作元虚，戏弄老夫了。张老先生，万生7句是啥？哎呀，想着儿女事情，我这个做长辈的不便明示，只能安定。张先生啊，老夫是言相告，这里确实只有鬼呀！戏院是第四品呀，用三香，不目光秋天的张，美梦啊更深更近云野，更有那贵宾方丈。那位忙，这来和尚子也说，放在我亲眼目睹，有一双啊！哎，是有一双啊！张先生啊，你这怪不怪？这西园之鬼啊，他不怕鸡的，都怕猫叫了。哦，西园之鬼不怕鸡的，都怕猫叫。对，你倒是在看，这是什么缘故啊？这是什么缘故啊？好了，名人不用细说，有道是恭敬不是聪明。你做好准备。明日与我女儿拜当正亲啊！曹老先生，好，夜已深了，老夫告辞。告辞了。曹老先生，这位曹老先生，莫非是为他死去的女儿救我弟弟殷勤？阳情不正，阴情也好。小弟呀，这一下令我虽不能生动罗章，却可以私通文了哦。张先生，你怎么又来了啊？你出去过呀？哎呀，我与你无亲无故，你为什么老是传了我呢？张先生，你听我说呀！张先生，我是来告诉你一件要紧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我是神，刚才那位小弟他也是神。哼，此生是鬼，小生清楚得很。你这有问也鬼，还不是属于我？进去！他真是鬼迷心窍了。张先生，你再仔细的看看。我想起来了，那日在戏院，小姐的访问谢礼良的时候，旁边这位小娘子见他走走改改，哆哆嗦嗦，不就是这个女鬼吗？怪不得她自称是小姐的丫鬟，一定是殷氏的丫鬟了。好，你既是小姐的丫鬟，有话说传来。张先生，
才我家老爷弟弟亲事，你还是答应才是。这亲事我早就答应，明日我收封领位，与你家小弟拜堂成亲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他是人不是鬼呀，她是我家老爷的姑房女儿，曹玉英小姐的妹妹。你是什么？明日与我家小姐的妹妹拜堂成亲。不，小生今生今世誓不再娶啊！你还是答应的好。不答应。真的不答应？不答应。先生说不答应，那我去。不准了！哎呀，小娘子，你还是睡得好，你还是睡得好啊！不知做什么小事？不准！你真的不准啊？不准！那我啊，你要做什么？那我我的要他是西吴新贵，害怕冒叫，我是西园个老鬼，侬叫啥阿不破啊！天哪！天也罢地也罢，这门亲事么就是吃定。我话意思我奴家去为我而死，我岂肯与他的妹妹拜堂成亲？是本件事，我还是走了吧，我还是走了吧。